一個經節是家啲詩篇記145、18節上帝按勸甲眾人寫嘅、求嘅、禱告家己嘅，因為到一人要心嘅寫嘅，上帝要聽自家嘅禱告。嗱，所以自家要問題要痛苦要逼實來上帝嘅面前。求一個恩典，因為上帝按勸甲攏眾人求佢嘅。嗱，詩篇記145、19節一樣講是家啲，佢要合意做攏眾人，要遵從佢嘅。意思嚟講，上帝要甲嘅統裁，每一人要遵從上帝，要相信上帝。佢聽自家嘅求禱，佢聽自家嘅禱告，佢甲叫自家。意思嚟講咪，係自家要遵從上帝，要求上帝，上帝帶自家過途途節嘅痛苦，途途節節嘅煩惱，途途節節嘅逼實，佢勸帶自家過，帶自家去得勝嘅路。所以自家要嚟親近上帝，求一個恩典，相信耶穌基督，一天自家得到勝利嘅路，得到最快樂嘅路。阿門。